唔該晒。咁我哋問題就問完啦，睇下阿胡生咧會唔會俾我哋有少少嘅總結？我諗咧，因為我哋考慮時間關係同埋我都發覺，即係可能好多嘢都講咗啦，所以咧可能我諗我都會公平㗎，因為呢個你嘅第一場，俾我哋吸取啲時間經驗。咁咧跟住咧，我哋可能都會一樣。咁我哋就譬如最後一節，譬如3分鐘做一個總結，好啊，好冇？好啦。各位啲朋友，香港我認為係已經去到個臨界點。我哋由回歸之後嗰13年，由董特首到曾特首，都係基本上係向商界傾斜，大部分嘅政策都傾向商界。越係唔理，越係所謂自由市場化而放縱式咧，係只係讓自由市場更加係合併，或者係自己我吞你，你吞我，由可能100幾十間變成1、2間、3、4間嘅大公司。呢個方向，呢個方法係錯。我哋唔能夠讓佢再繼續。我哋要將自由市場真係翻去一個係活潑嘅自由市場。除咗大公司之外，我哋有中小企。大家知道咧，而家中小企佔我哋全香港係90% 嘅公司，養咗我哋大概50%嘅工人。中小企冧咧，其實香港都會冧，所以我哋唔好忽視呢一個問題。第二咧就係我哋一定要處理貧富懸殊嘅問題。貧富懸殊嘅問題就係，如果我哋只係靠而家嘅兩大產業嘅話咧，係貧者越貧，富者越富。1% 嘅人已經擁有咗我哋50% 嘅財富啊！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又係唔合理嘅。要處理呢個唔合理嘅話咧，我唔同意，不如我哋走共產主義啦、社會主義啦，我又唔同意。我哋要讓個市場真係開翻出嚟，個機制上面製造到平台機會，俾我哋其他人有能力又好，冇能力嘅話，總之你有得做嘢嘅人咧，都能夠去做。新嘅產業嘅出現係需要，而家仲要快，同埋需要政府嘅動力、政策同埋錢。唐就冇睇過我呢本書，就以為我淨係講500億，其實我一定唔係講淨係講500億，睇本書知道唔係淨係講500億。所以呢個一定要咁，但係我暫時仲未睇到其他人出嚟講呢樣嘢。咁所以我覺得一定要係推動呢一樣嘢，先能夠增加多職位，同埋增加高薪職位，同埋仲要增加自己有智慧、有能力可以自己甚至做生意發達，而唔需要依靠我要一間大公司啊、大鋪頭啊、成座大廈嗰種嘅支援，我都得嘅。即係俾多嘅可能性俾我哋發展。而甚至我哋做到就係話，因為我哋大家知道我仲搞個社企，其實社企係另外一個方法咧，係讓一啲佢嘅能力開始下降嘅時候，係俾到佢另類嘅平台咧，都係靠自己，唔好因為我失業就攞綜援，失業就攞失業援助金，而係我失業都好咧，我都有啲嘅社企嘅平台俾我，我終於肯做咧，我都可以賺到我自己人工養自己養嘅人，呢個先係一個最好嘅方法。我哋去過南韓國。韓國嘅勞工部部長俾我一句説話，我至到今時今日都仲記得。佢一個工人最大嘅福利唔係俾錢佢，要提供一個平台、一個機會俾佢有份工。其實整個嘅方案咧，我就希望能夠咧係多元化我哋嘅產業，多元化我哋工作，多元化我哋嘅不同嘅薪金嘅可能性，讓香港成個社會大家都喺呢個平台上面咧係公平競爭，叻啲嘅你咪高啲，人工高啲。渣啲嘅，我都有個平台俾我自己做喎，俾我機會掙扎。我希望我哋後生嗰時所講啦，只要你肯做，我就有出路；只要你肯做，我就得。多謝大家。好，多謝。個論壇入面就第一位嘅參選人啦，咁我好希望將來都有更加多我哋嘅交流嘅時間，同埋咧業界可能都進一步有其他問題，我哋再聯絡中山。咁就亦都希望將來即係各位即係參選人、候選人咧會有同台辯論嘅機會。咁就首先咧就1月8號泛民嘅初選，咁就祝馮檢基兄好運。好嘅，多謝。